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，主计总处来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2.37%。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敢若剩1.8%，确定是保二无望。这个疫情的冲击，嘛使得桃园机场出入境的旅客比去年同期大减一半。机场的免税店甲餐厅生意差真多。等拢等无人客来，零零清清。同机场免税店甲餐厅头家拢真无奈。现在的话，就是人就是比较稀稀落落，应该要少大概80%。毋是毋敢上网，是根本就无人。同机场出入境的人数，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减一半。敢若是11这天咧，出入境就伫咧6万人以内，创下10年来新高。疫情的影响，当然出国人数也是锐减，出团也锐减。这跟17年前的 SARS 这个影响是差不多的。若是旅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大部分的产业咧嘛是加紧加力硬体。主计总处宣布，今年规档的经济成长率对2.72%大大的下修到2.37%，调降0.35%。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嘛受到疫情的冲击，只剩1.8%。主计总处嘛提醒，目前的预测是以疫情的延续3个月当作基准，所以若是疫情愈慢得到控制，今年经济成长率也有变数。